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半日嘅節目嗬，係講你好看書、好畫圖、好看漫畫，各式各樣嘅朋友呢，聽咗會當喜歡今半日節目嘅內容，因為呢，你今半日嗬，我邀請大家來看插畫家嘅嘅作品，是透過當生氣、當快樂、當正能量嘅方式，帶俾大家喺生活當中呢，有新嘅詞彙哦。Rita 自己從細咪當好畫圖，咪當好看人畫圖哦，嘅今半你非常歡喜，咪當榮幸邀請到你係來自印尼嘅客家鄉親，你係插畫家安度溫彬彬先生，你先來歡迎先生 ，Hello， 彬彬先生好。嗨，大家好，我係溫溫，也做得客家彬彬，我今日帶安到我畫都是來跟大家聊聊我創作嘅過程。哇，歡迎！家下呢，彬彬先生、溫溫先生兩種稱做得下。就做得。你講嘅係印尼嘅客家話。係，我講嘅係河坡腔。哦，河坡腔。嗱，我講嘅台灣嘅河流腔要都有唱。上啲同意是差唔多啦，加音調唔一樣嘅字。嚇，要都有冇強樣。不過我兩沙做得溝通哦。不過你喺講客家話嘅時節，你咪文化嘅交流，今日非常歡迎你，因為呢，我家下看到很多嘅作品哦，我就非常嘅第一印象，我當時去了解，香港大家點冇？幾個藝人嗬，幾有個公司，幾自家嘅原因是係幾自家畫嘅人物，香港啲人物嘅本尊是係彬彬先生本人。係我自家。我看來，你看今日做嘅衫，你啊是係你嘅人物係冇？係。叫做咩名啊？叫安到小胖彬彬，因為我嘅名安到溫彬彬。係咧，錯愛名字咗。等下下，唔過先生。你看起來很精實啊，身材動好啊，唔係小胖咧。哦，我2年前安肥差唔多到90斤咯，你2年瘦下來瘦30斤咯啊，用起。嚇，真嘅？有冇爭很多？係，你本來應該講緊發熱種啊。你本來係發指甲。係發指甲嘅面。哦，咁用喎，你下變做你下凍瘦嘅彬彬，唔係小胖彬彬。但比較先前熱種。所以你係本發指甲，後來你係透過運動嗎？透過飲食嘅控制嗎？係啊，運動格式嘅東西，變識到個健康啊。係。慢慢瘦下來。所以讓你本嘅用喺留喺你嘅作品當中。係。所以創作咧小胖彬彬嘅世界嗬，係乜嘅原因幫你開始想愛用呢個人物變成喺你所有嘅商品當中呢？我畫面差唔多大學畢業開始做咧，開始畫，差唔多也15年了。所以你做插畫家15年嘅時間。係差唔多。用乜嘢開始嘅？可以我按年畫東西嘛，畫都畫出我課本講過啊，畫我做，要看到自己要畫東西。我朋友講，你按年畫東西，同埋咪自家畫落去賣。係啊，差唔多大2大學2年期嗰陣時，我出去台中嘅讀書，就賣乜嘅口罩啊，賣帽啊，自家畫出嚟嘅一種嘅也是從阿家擺攤阿家賣。哦，大家都喜歡。係。所以是開始幫你越畫越多。係，可以慢慢畫一邊，仲係先請工作之前，先自家翻試下來看呢東西做唔做得做起來，就可以阿家出西門町吧，阿家擺家創意市集，可以阿家擺，就擺到厲害了。哇，很厲害，很強係啊！所以彬彬先生就開始喺學校讀書，是當下畫圖，所以你嘅課本應該唔係長嘅，唔係該用拍長，應該係畫當到嘅圖像咯，乜嘅是畫埋嘅。冇乜嘅做筆記，再畫圖嗰度。我身邊有嘅朋友嗬，你下面係第一從事呢一種嘅繪畫嘅工作，記得頭擺是係呢一種嘅，記得課本總係畫當這樣嘅東西，冇時我哋女生會傳小紙條，有冇？記得是咪啲當背？畫當到嘅圖，係啊，後來先見肯變做畫家呢一條路。係啊，做咩就係用應可以嘅。譬如就講課本啊，而家真正嘅課本很好看，畫都蠻好。真是的，很強哦。所以你下創作嘅呢係小胖彬彬嘅角色，用啲冇強嘅商品，從金本義先生
做嘅了衫褲，我想非常嘅定印下，當上讓佢停一亮，因為你係木主檢查表，你寫安尼寫是即係木主檢查，其實都見限係木主安炸嘅，講誒呢一片哦，東背下背係安樣嘅。係啊，一背發了因為我看你下去，你去測木主視力啊。你下邊度按都用電子嘅，係啊，佢就係啊，按叫冇已經按多年冇看你了了你下，我就想啲東西細嘅印象啦，所以佢留起來，本你下細貨看到，啲都啊上半係用嚟測試你有幾隻表，用嚟唔一樣嘅方向啊，用嚟看，啊知道做我自己嘅面好啦，把個面變大變細，唔一樣嘅方向啊，用嚟。啊，嚟有二隻小設計啦，背妹啊，係背係嗎？係啊，測加散光嘅，嗰陣時看加機器地圖嘅相啊，但係係英雄呢一片，啊，我記得你看加機器嘅世界像有一隻風色嘅蓋蓋嘅係嗎？結果愛看加愛對焦啊，用起。所以你係介意研究當重感情概念。係啊，所以攞呢度回憶全部留下來。係啊，做嘅東西，自家成長過程中接觸嘅東西啊，做起來個有感情嘅程度，係啊，發出來。像我家講到倆小胖邊邊成意自家，剛剛看你發音，我就動到種冇強容嘅表情，你啲表情成你的招牌好像是笑容啦，係冇？其他嘅表情呢？我曉做嘅表情啊，可以解發一解咪係有可能問我朋友講，誒，你發咧作者加乜用啊？啊，譬如唔啲用乜家己講，佢想家己講，我面安生氣，我叫家己講，你愛發自己嘅面試看冇，本家可能叫個好介紹用先，啊發了大家就按樣蠻喜歡嘅個面咧，就發到離下發我嘅面。哦，所以我當好奇嗬，因為你係當曉得畫圖嘅你畫可能喺頭腦地圖想看嘅想法嘛，表情時就會畫出來。我讀開始，真正愛對人講嘅，也係講翕相機翕自家喜怒哀樂，會按樣嘢先翕下來嗎？唔是，我啲表情用扮嘢畫，係用相機度啦。直接相是畫出來咧。哦，很強哦！因為而家畫而家表情，我就做出來啊。邊邊先生，我哋講，定義嘅品牌當中有一個特色，是因為都有很長的人中，所以你有一個品牌名叫做人中人，係嘛？人中人，因為我畫嘅面唔啲嘅，我就按年畫人中，我畫得按重，我朋友就講，我面就畫人中。那品牌講到人中人好了，就人中很長的人，那就按好記，按有印象，按好念嘛，人中人，用班念就人中人，我知道哦，啱念過去，加倍念過來，用正念反念就係人中人，我就哦，你名按好就做我品牌嘅名，我就一查哦。呀，做得按到人中之人也夠好聽。係啊，呢是代表當強嘅意思，所以你名按到當好呢。係啊，就按到厲害啊，按到客人啊，就聽到牙子就記起來了。哦，人中人，乜嘢你就記得。錯，所以你講吼，像是你做強容一件事情，我有乜個按到職業倦怠感，也係講做到一半可能我是想換一個方向。佢先生講做到近15年咧，地圖有乜嘅困難，也係講啊，唔做，唔擺攤咧，唔發咧，去做配行好咧，有冇？有點用起咧，遇到生理唔好啊，落水啊，從你感覺有颱風啊，該出世界該擺到，就是哦，按像會請工作，做揾工作，特別真係按年發啦，就我就點講，我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會做好，我這輩子想要做好嘅事情就會做我嘅品牌，就為每個禮拜擺攤啊，某些年度按到困難啊，生理唔好啊，點會想到我咪揾工作，我咪會做上班族喎，特別高了，隨下冇夢想咯，要知道重新可以做得，所以夢想係最重要嘅。係啊，做自己喜歡嘅事情，其實係當幸福嘅嗬。係啊，所以唔會難。難特別
不做下去。加油！真是，所以我看到你啲作品，本来感觉有種快樂嘅氣氛哦。所以包含講你可能會寫到有啲事，無論係幸福嘅美事啊，又係講有啲鼓勵嘅話，係咪希望用咁樣來陪伴大家？係啊，我希望我畫小胖冰冰，從每日早寫看那個卡通影片，從我最愛年看小丸子啊，睇一毛小丸子啊，哆啦 A 夢啊，我希望我小胖冰冰，會聽到我客人啊，大家我粉絲啊做下成長，可能很多年佢結中結小高中，佢就念到我小胖冰冰。到你下佢有年經結婚啊，好難拿了，佢喊人啊小胖冰冰，我看到我就安歡喜，我就安幸福。呢一係感動，呢一係幸福嘅感覺喎。等間下呢，你介紹來談溫冰冰先生來分享幾個品牌、幾個商品，韓國其實佢都有情感概念活角色咯。你一下介紹到咗來復習來咧。所有好朋友轉到復習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喺今日節目當中，你繞搶到來自印尼講好破強嘅插畫家溫冰冰先生喺節目當中哦，我從幾個商品作品當定印下，韓國動入情感，再次來分享冰冰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冰冰，溫。冰冰先生，你今晡日現場看到你安多作品，你也是請你好好同大家來紹介哦，好嗎？因為要當到經典，剛才你講到當情感嘛，當然年輕美嘛，所以我先看到你係圍巾、鏡餐，我都要講鏡餐，你都要講乜嘅圍巾？圍巾，對，圍巾，我哋好破強哈！你一看落係鉛筆，就是那個鉛筆的造型啊。可以ไป做咧係自家係前部去做東西嘛，看到你一寫到。你寫按有印象，但講唔出乜嘅印象。你轉去一看啊，係啊，鉛筆嘅寫啦，我就想哦，你按像做條圍巾試看，啊，那圍巾我媽媽做嘅，我做嘅。所以裁縫類都係媽媽同你做。係。哇！叫媽媽按幾錢我做咧。哇，很好哦。係啊，因為我做咧鉛筆係每日雜念寫貨是可以學寫是貼啲幾筆就係了，但按多年用呢一筆啊，係啊，看到比較有感情嘅程度，很有印象。我對你都好奇做咩？因為對呢個快球嘅事情嗬，特別有興趣。唔知我從細就重感情，東西都唔會係會留得。哦，原來咁樣，看到呢時要頭擺灰影，是咪當好？係。所以呢，我睇韓國呢鋪我感係頭擺嘅呢寫實鋪呢度。那種有一條一條，有冇是作業簿有夾個嗰種誒，所以寫實。按多東西我又要從咧，馬克杯，係咧蛋糕嘅圖咧，也係從個師傅好寫寫噶。啊，係。喝水也會胖，啉水咪會會。當定一下，所以呢啲東西都係要頭擺嘅嗰種誒童年感元素。韓國你看到你係啲東西係杯套嘛？你出去買東西，環保是自家做的帶自家嘅杯套。個環保。唔是帶塑膠袋啊。哦，韓國呢一種係乜嘅？呢手撕圈啊。哦。鑰匙圈。鑰匙圈。係吊飾。呢係防潑水嗎？係。哦，安掛咧。係兩頁唔種嘅。就哦，小胖冰冰。它的背影。凍定一下。你一動到係商品，我動好佢呢一物嘅東西很花俏，很像這個宮廷風。係，因為我嘅小吧，我看到個《還珠格格》，我看到條安妮。你最近動係種，我發到你乜嘅《甄嬛傳》又係乜嘅？我可以先發我講個《還珠格格》，啊，你下按到細部湯唔是乜嘅《還珠格格》唔是，可能叫哦係啊《甄嬛傳》變到我情感嘅靠《甄嬛傳》，我按書間，我按很擬《甄嬛傳》，還有翻法呢嚇。
所以你都咪係天然潮流時事，唔過咪要到一家嘅飛機度。係啊。像我看到當家講媽媽做嘅，裁縫類是去做，鑰匙圈未去做嘅。啊，你可能係包包係冇？係，包包咪係媽媽做嘅。你包包係前面只阿姨咁樣做嘅。係，你包包個難，前面因為我媽媽做咪做個腳。哦，冇俾媽媽人甜係啊。係啊，你做咧會見揀開的。哦，所以你係荷包蛋，你係吐司，那個係培根，不用別的地方。所以你係你好食嘅係冇？係啊，揀嘢食東西。所以你都東西全部係結合你嘅興趣喺啲地度。我當後期因為你要做啲 T-shirt，你都有 T-shirt 貼片咪要寫都有嘅事係冇？係啊，我做咗起來嘛。做對啦，幫大家來看一下。好，你做啲衫褲係愛有呼啦圈。哇！你寫能夠寫努力，按到年把都係減配。特別愛知道做乜嘅事情啊，開始前面要特別去努力，特別最主要係後面要堅持。哇，堅持，好勵志哦 ！You can do it。呀。哦，你寫向大家講，什麼？嗰邊下去，嗰堅持下，你是咪辛苦？係啊，你跳上就按先時，因為按多年時間，我全部按配嘛，我請假年。那就講我易胖體質，但係我知道易胖體質唔係借口，因為你做得認輸，我不認輸。按多東西自己做得改變嘅。所以我知道你係以樂觀嘅人咧，正向思考係冇？樂觀嘅是按樂觀，特別悲觀嘅嘅是也按悲觀。老興趣強樣，一下當配，一下你也爭30公，瘦30公斤哦。係啊。哇，你真係當堅持嘅，係啊，當佩服。所以你都有商品各式各樣，你都做包含講炸鵝沒有做，也是你自己獨特的雨傘的商品嘛。係啊。一前幾年做對吧？我自己要限量最每一檔嘅帶過來。我當後期吼，喺咩個你都你生活當中你都會用到，所以嗰種像我是來做我自己嘅 logo。係啊。所有我出去信用用嘅全部係我自己。我就冇買衫褲，做緊自己嘅衫褲就叫做。很好哦，韓國基本然後貼片要帶來吼，你攞客位寫啲單背，食飽冇？你都要講食飽嗎？啊，食飽冇？食飽嗎？啊，食飽嗎？然後我都當唱食飽嗎？不過我發現好客位就係冇驚殺的音，我都講 shit 有那個詩的詩，食飽嗎？你都係食飽嗎？食飽嗎？所以你係商品，你係上呢塊出發擺圖，哦，貼片用是係用呢個客位。我就放按當按顏色嘅東西，我配件是就按像用型會帶燈模，那其他東西那其他飲料用型，飲料用型，我背寫食飽嗎？因為我從細到大，我媽媽講天話，大半馬莎，大半我也去做，就我食飽嗎？就用先用問候一下，可以口頭就講食飽嗎？食飽嗎？就食飽嗎？按像隔年你好 ，hello 啊，用型嘅意思係。台灣咪係按用嘅，台灣你看到你當你上家門是不講食飽嗎？食飽嗎？食飽嗎？啊，一般來講，大家唔會講冇食飽，就都會講食飽嘞，食飽嘞，按你食飽嗎？是按用，就是嗨，你好啊，問候關心嘛。問候啊，你食飽冇？食飽就講食飽。呢係一種關心，關心他啊，日常生活過得又好冇？係啊。所以人呢，大家都會客家人上家門咪係按用人。就食天飯，看到食飽嗎？食飽嗎？那就食飽嗎？按要理解你三雜事按要理解，食飽嗎？食飽嗎？關心也係一隻打招呼啊，用起。當要心事哈。不過跳過呢一幅圖地個，你也是美食家誒。係啊。你當好食乜嘅？爆米花。漢堡、熱狗啊，這種薯條，你下都有東西，你下係咪食嗎？你下背食唔背多？哦，你下按主意，度好時候咧，健康樣做得衝衝叫叫法下。係啊。所以全部你嘅作品當中，嗬係講要寫文字嘅，錢都會用到客家話係嘛？係啊，盡量上嘅盡量用客家話嚟寫。
特別因為我河坡腔啊，個唔啲用班去深度加翻譯，也好多年袂通識啊，比如我有一隻可能會有一隻代溝嘛，我也用個方法家己介紹用去，特別也變到按多會學講。所以呢咪係你嘅特色啊，因為你啦學寫上去，大家袂當好去。你看到呢本人，係推呢係客家話，因為推呢係白豬啊，特別係我呢係木豬，咪客家嘢嚟。所以彬彬先生，你係從開始你是想愛老客會變落去，係因為從細不卡是講客嗎？不卡就講客，不因為我阿媽啊。家姨姨家親戚啊，我講下輩冇成咁橋講姨姨輩，別部頭冇學溝通啊。所以你係從細不卡全部家屬全部講下。係，因為我爸我媽知道了，對我冇講，我翻後輩啊唔必用班講啊，了出推吧用就失傳了語言就冇了。所以堅持講下話，堅持講下話。哇，很讚哦！係啊，你係會讓你表揚一下有機行業家庭。是啊，講你韓國運用啲你嘅作品，但係做咧當有特色嘅。係啊，韓國你下做啲讓你好破位，好客家會傳下去。係啊，就係因為去年吧，咁按照客家廣播電台有辦一個河坡人在推辦相聚嘅活動，還有帶我爸我妹做下過去。最近看到按多就是一種講河坡腔嘅，聽到拖樣架先足夠多。該咁有創意按後生嘅。有誒，我看到有合作按多也差唔多年紀差唔多，也有比我高些，也有過去。係啊，因為會高少年講河坡腔推辦。所以按後生年紀都未會講嗎？會比我高強講，很厲害嘅。哇，該河坡腔客會是唔會停停啦，是有希望就繼續傳下去嘅。係啊。你頭講你嘅作品咪做得咧，人心目中用客會，我就非常神奇。所以先生根本你帶來呢是係很係技術啲喺做嘅，不過有得像啲包包也嘛嘅，這個都是限量的，是不是？係啊，像個吐司包做了，已經冇做了，因為按到呢部嘅set 賣唔到了。所以大家談到限量，是不是用咩？是不是搶？搶河坡客家話用咩講？芒啲格格。當陣時，我等一下呢，你節目當中咧介紹來啦，彬彬先生咧大嘴鼓咧了解佢嘅創作哦。大家轉到福氣來嚟，今半日啊，Rita 喺節目當中，來自印尼嘅客家鄉親講河坡腔嘅插畫家溫彬彬先生來強下認識佢嘅作品。我說彬彬先生係一個當有能量嘅人，韓國佢當堅持佢個冇放棄。因為在此來歡迎彬彬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溫溫先生。我當時我很難認識你，我覺得你太可愛了，所以節目當中有準備的快問快答。你是輕鬆回答時候咧哈。我想誒請教先生，係講你個小胖彬彬，佢根本呢變成活跳跳的人物，你想誒談到幾人講乜嘅？剛剛講乜嘅？你會想講嗎？你會自己賦予的角色啊？你有時候會跟他對話啊？有誒，點會自己講背像按好啊？你下今日你下環境唔好按難做啊！我堅持下希望用起啦。你咪攞佢講咩啊？冇嘢，咁用法會自己講按療愈。咁你上嚟攞佢係講英語嘅，佢英語乜嘅？希望佢講我講，我自己會上啦，就佢會講我講，感謝你發我出來，拜託你唔好放棄，因為你唔會發棄，我就冇了。錯，冇放棄，堅持下去。係啊，並佢出鼓勵我也變多，佢係發棄嘅動力。所以其實你內心嘅相信嗎？
很好啊係啊，很好。該到今一起到最有成就感的係乜嘅事情？最有成就感。成就感哦。就甲客人呀，又令我出店度顧店，那就你就用差唔多太後300塊來年輕人妹仔，佢講我終於看到你了，我就講乜嘅意思？我就講我買啲東西從細買到大，我黏到你每日就員工，都係冇黏到你，我想。我又冇多睇啊，因為從細買到大，佢太好了呢。係，我講你多數佢講，佢最細佢介紹可以買加貼紙加象徵，也是可以東西。佢就各種買筆袋，佢就各種佢可以買包包。那我講你哋啊多數佢講哦，佢睇好我畢業了，我要睇到工作。啊，佢就買衫褲，我帶出街工作去做啊。我說哇，真正從細買到大。哇，很感動哦。係啊，嗰陣時很感動，真正很感動，就是哦，那小朋友真正係用飛機長大用。真正係用。係啊，是9年嚟嘅，哇，天哪！哇，所以其實呢，問性上、邊面性上呢，佢自家嗬，可能就 slogan，冇想為大家成年啦，是係佢。係啊。咁講呢個商品，有人就得派人大家。可能按到你感應，他天天呢狀態聲音，這真是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都有成就感哈。好，該先生，請問你這個畫圖的時間會不會有什麼癖好？比如怎麼抄你來講，你用扮演嘅姿勢啊？我畫圖哦，我畫圖就唔背動背，就按愛前係用。唔係本年曬抄到，係用畫，係用個有靈感。因為你係想係啊，思考，所以做唔得抄你。咁你創作嘅時間呢？你就是關在家裡鎖門，冇抄我一樣。出間度用畫。啊，入去彈音樂用鍵盤。是鋼印抄是出嚟。鋼印抄。係呵，藝術家想創作嘅時間，做唔得打斷他，冇抄到佢，按佢嘅靈感會斷嘅。係啊，真嘅哎呀好。佢發上到發白嘅一抄斷。咁先生，你來台灣幾久咧？我阿里出生嘅。阿里？係我爸。阿里係地理位向？係台灣阿里生嘅。我爸爸媽媽跟我哥哥出印尼啊，來台灣我就出生嘅。哦，所以你係土生土長喺台灣。係土生土長嘅。哇，你係印尼好普強講安好，真經很讚。係啊，我我從細到大講咧，3-4年了係。從細講到大。咁你對印尼有嘛印象冇？有轉戲冇？有轉印象哦，安少。冇乜印象咧。有啦，特別個唔習慣啊，食東西好食，特別食到今日就知道哦，俺從台灣食東西嘅。剛剛都好奇，亞烏卡食嘅東西係食台灣菜，食乜個客家菜啊？食印尼菜？客家菜嗰多又有印尼菜，台灣菜變較少。哦。係。咁你最後食乜個推薦俾大家？印尼菜係嘅客家菜。客家菜好了。客家菜你亞烏卡食乜個？羊頭腐。哦，羊頭腐。係。還有炒板條，最近炒板條。哇，我未當好食板條，你客家嘢口味。咁印尼料理呢，亞烏卡要食乜個？個多按從就咖喱，從咖喱也用起啦。咖喱。係特別係南洋咖喱，唔係台灣嗰多是日本嘅咖喱。特別。南洋咖喱係冇？係。哇，都是很有經常識啊！好厲害呢，既然你有策劃台視類的節目當中，當然很欣賞來發一下，韓國厲害 Rita 來唱，我隨意抽。你看到有乜靈感，你是發好冇？好，做得好，我諗出。我咪唔知題目係乜嘅，我來看下。本先生而家考驗，哦，我來驗先生。你啊，按度會叫寫音標，冇喊chit chat，冇喊chit chat，你有聽過嗎？好，冇喊chit chat，你是用你自己嘅創意啦靈感來發嚟。順頭要用啊！
看先生佢感覺無限切切係乜嘅東西呢？上到乜嘅樣兒呢？做得讓班人來表現呢？這是一種，這是一種考驗，有沒有覺得很好玩？有啊，就挺空話。係，家下先生講啲法圖嘅時節，唔好用抄記。啊，剛剛你也做得講話冇？做得啦，做得。那輕鬆嘅咧。你輕鬆啊！啦，發輕鬆。係輕鬆，無限切切唔啲所有嘅朋友一談到你就師傅要乜嘅感覺呢？咁先生，從啲喺出發嘅時節嗬，應該當然有本意嘅回饋啊，嚇，要買本意去到當感動嘅故事冇？哇，有啊，有真感動嘅，按多啦，特別有啲真愛，有啲真愛送愛前幾年，愛每年不去淡江大學去擺個校園市集，啊，有啲恁愛去了2-3年了，有啲恁去。有啲隻盲人，佢就帶啲隻個導盲犬，佢係用邊個咧？佢係用喵喵喵喵喵，佢用喵就嗌抱抱，佢也喵佢講，你是人中人對不對？我就講嚇，佢咪講唔到咩？係啊，我就講誒，唔對唔對，佢講嗌啲啊嗌啲，嗌也喵嗌就啲嘢人中人，我一摸就知道係人中人。我講哇，咁厲害，佢漸漸年多，佢講你每年都有來，你每年都有來啊，嗌啲啊。佢就自己發下用錢啊！佢講佢一年來看家市集，佢就去到一堆安先喵安先起來用錢。佢講佢也喵家布料吧，佢就低了馬界品牌用錢。佢講佢每年來就喵到那東西，佢愛用聯想。佢問佢倆發馬界，佢講倆要馬界色啦，倆要黃色啊、粉色啊、藍色，要發一張面，面馬界。佢就愛用倆面，要戴眼鏡啊，馬界佢講。佢就喵，啊！佢好，我你揸呢一色嘅，我就說哦，可能佢也冇看佢嘛解釋，特別佢要想象喺度，我就哦，動感做咧，係啊，佢講哦，你即刻看，佢可能個更加溫暖嘅顏色啊，用起。所以佢咩都是啲，所以你嘅商品有呢個品質。係啊，啊要佢講哦，你要黃色，你色暗溫暖，要物解，要愛看日頭嘛解，要買。佢買了，佢就自己個，你看我買了這個嘢，你蘇家冇那個就係用田雞啊，用南做下，很感動。但佢也佢就叫啊，然後就話佢家咧叫感情安好誒，佢就講你家己安好嘅感情，佢講係啊，愛出紅葉來，佢就係配我個愛親密嘅生父，大家去說啱嘛解。就出門家用帶佢去乜嘅地方，佢就嗌冇做用，我就哇！所以你嘅商品咪本幾力量哦。係啊。哦，先生你發好咧係冇？該發好了。係啊，乜嘅係無限切切呢？哦，我看小胖冰冰，佢嘅無限切切上到用病人呢。來，先生，你有乜嘅意思啊？你意思叫佢唔知要做乜嘅東西，要幫我。哎呀，不懂啊！無限切切嘅意思是係講。忙得不可開交，無限啊，你都有講嗎？無限對吼，你係切切要到誒，它是狀聲詞的感覺，也係講幾嘢上音，咪作下切切，所以講行來行去，係啊，唔係唔限。係，來本大家看一下，小胖冰冰嘅無限切切，你係寫金夢日本冰冰先生帶來嘅幾個作品咯，今日再次希望先生，希望，今日非常希望大家繼續收看咯，歡迎大家做嚟發落認中意溫冰冰出發嘅幾個作品，非常感謝大家今日嘅收看，邀請大家訂閱下，繼續嚟收看法律嘅單元咯，希望大家上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